永安旅遊帶你去花季下嘅西安古都。先走入漢中嘅油菜花田，佔地8萬畝嘅金黃色，夠晒震撼。再到訪西安青龍寺，賞迷人櫻花。之後走入龍頭山景區，以奇石、雲海、彩林、霧凇4絕著稱，貼心安排乘坐景區扶梯輕鬆上山，欣賞險峻山勢、雲海奇觀。參觀被譽為世界第8大奇蹟嘅兵馬俑，置身於一排排嘅武士俑之中，帶大家穿越至秦代王朝。漫步大型漢文化主題景區興漢勝景，晚上再觀賞大型水上實景演出《天漢傳奇》，運用現代化聲、光效果，結合水幕、爆破、火焰、舞蹈及特技，展現漢代文明的盛世畫卷。我哋仲會夜遊盛唐繁華街巷大唐不夜城，透過不同嘅互動遊戲表演，加深大家對歷史嘅認識。